讲到这镜电视申请执照，敢有政府高层介入的？进前公布录音档案的立委陈椒华，今仔日搁在召开记者会，讲去年7月16日 NCC 咨询会议结束了后，陪委迄天就知影这个会议的过程。不过照规定，咨询会议的内容是袂当公开的。陈椒华也质疑讲，这 NCC 内面究竟是啥人，把这秘密内容泄露给陪委？但是呢，其实那时候是股东，其实对于这个静电视20几个月没有拿到执照是非常的不安。我绝对没有去什么透过，对，绝对没有这样子的情形。好，所以呢，那些东西其实都是让股东安心。所以里面有些东西，也许有些碰轰。陪委初三接受专访，讲为着安慰镜电视股东，才有一寡讲法较碰轰。镜电视申请执照，看伊高层敢有插手，前期也未煞。公布关键录音档案的立委陈椒华，初时搁在开记者会，公布去年7月16日 NCC 咨询会议的新事情。静电视接受 NCC 外部审查委员的审查程序不顺利，当天晚上，裴伟就用 LINE 告诉大股东，那这个 LINE 的内容就是今天没有投票，然后补完程序才投，因为陈一梅闹场。陈椒华补充讲，陪委阁有传信息给股东，讲已经甲会议人士 complain， 要求因互 NCC 压力。陈椒华表示，按照规定，针对咨询会议的内容有保密义务，伊即期陪委是安怎知影会议过程？裴伟为什么知道这个会议的内容？还有他怎么当天就知道陈一梅闹场？所以到底是谁泄密给裴伟？所以请 NCC 要来彻查。NCC 回应因依法办理咨询会议，嘛相信回来董事对审查听书是正认真。若是陈椒华有相关事情，会使提供给 NCC。若是有向检调提出告发，NCC也会配合调查。记者郭文良随台北报道。